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6年2月24号。这一期我们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462天，也就是整整的4周年紀念日。4年前的今天普京悍然發動了侵略烏克蘭的戰爭。這個戰已經整整打了4年，前線總共發生138次戰鬥，其中29次發生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俄烏雙方在不同方向都有一定的進展。綜合雙方的戰報，並經地理影像資料確認，烏軍在波克羅夫斯克戰場收復了比雷茨克以及周邊 10.2 平方公里的區域。俄軍在控制了波城以北羅丁斯克鎮後，急於向比雷茨克推進，結果遭到烏軍的伏擊，擊潰俄軍後，烏軍趁勢反攻，收復了約 10.2 平方公里。俄軍急於要拿下波克羅夫斯克，要在紅軍城打出一個大窟窿，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紅軍城的絞肉機每天都在以恐怖的速度吞噬俄軍的步兵和裝甲車。為了維持此地每天40到60次的高強度衝鋒，俄軍不僅耗盡了當地的戰役預備隊，還不得不頻繁從其他戰區抽血。當前的俄軍已經暴露出一個明顯的致命傷，他們已經失去了在不抽調其他戰線兵力的情況下組建龐大預備隊去淹沒一個新戰區的能力。這也直接解釋了庫皮揚斯克的熄火，原本可以作為預備隊投入北部的兵員，大概率已經被填進了頓巴斯，就是紅軍城或庫爾斯克的戰壕裡。在這個胡里埃波勒方向最新的情況，烏克蘭部隊已重新控制丹尼夫利卡、內柴夫卡、斯捷波維和維爾波維。這些變化改變了烏軍在該地區關鍵通道上的陣地。葉霍里夫卡、基爾皮奇內、普利維利亞和別列佐維仍處於灰色地帶，由於戰鬥持續且可核實信息有限，控制權尚不明確。在維爾波維以南靠近新霍里霍夫卡，戰鬥仍在繼續。同時據報戰鬥正在向卡利尼夫斯克以及從2個方向朝茲拉霍達推進。總之現在雙方的戰線變化就是在局部地區變動還是比較大的，就是一塊領土一個定居點，雙方頻繁的易手。烏軍的總司令希爾斯基他說烏克蘭武裝部隊目前正在成功實施進攻行動。自1月以來，烏克蘭已重新控制了400平方公里的領土。2026年1月，無人機部隊消滅俄軍士兵約30618人，遠超俄軍同期補充的2.2萬新兵，導致俄軍兵力減少8600人。這個俄軍兵力是入不敷出烏國家安全局阿爾法部隊2月第3周宣稱摧毀俄軍227架無人機，並擊斃2000多名士兵。這是在戰線上的變化那麼雙方互相攻擊打擊重視目標，那也是毫不手軟首先是烏軍昨晚成功打擊了卡列基諾的德魯日巴一個石油泵站。這個石油泵站是德魯日巴石油管道系統的主要樞紐，通過幹線管道將原油輸送到出口路線，也就是這個俄羅斯的一個石油的樞紐，叫什麼友誼1號石油泵站。德魯日巴線遭到烏軍的打擊，而且這還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泵站。德魯日巴輸油管道是負責將俄羅斯的石油運送到歐洲和烏斯季盧加，也就是那個港口出口的。這個樞紐被烏軍一炸，那就麻煩了。晚上有很多這個友誼這個泵站被炸的視頻夜間可以說是濃煙滾滾，火光衝天一個直徑60米的大型儲油罐起火燃燒，而該設施距離烏克蘭邊境是1100公里。俄羅斯境內沃羅涅日政府稱遭到烏軍遠程無人機的襲擊。由於莫斯科和附近昨天出現無人機，莫斯科所有機場當時均關閉，也就是烏克蘭的無人機已經到這個莫斯科打卡，導致莫斯科附近3個機場大面積延誤。這個延誤就很有意思了
根據媒體報道啊，這個《杭州日報》報道啊，說烏克蘭無人機襲擊莫斯科空域，致航班大面積延誤，多位中國遊客滯留在莫斯科機場10小時，有乘客稱趕着回國上班，延誤航班正陸續起飛。23日凌晨，就是昨天早上啊，多位滯留莫斯科機場的中國遊客称，由于烏克蘭無人機侵襲莫斯科空域，莫斯科航班大面積延誤，已經在機場滯留了數小時，十分着急。23日上午，乘坐莫斯科飛往北京的航班，一位旅客告訴吉木新聞記者，他和朋友已經在莫斯科機場滯留了10個小時，預計北京時間11日登機，擔心趕不上上班。南方航空公司一名客服人員表示，該航班由於公共安全原因延誤，目前暫無補償措施。總之啊，這些航班啊，登機時間待定，就是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登機。每位旅客發放4000盧布餐券。多位中國遊客表示，他們也滯留在莫斯科機場，心情十分焦急。23日上午，該網友黃女士告訴吉木新聞記者，她趁春節假期來俄羅斯旅游，受烏克蘭無人機襲擊影響，莫斯科航班大面積延誤。她乘坐的南航的航班飛機原定於當地時間22日19時起飛，截至目前已在莫斯科機場滯留10個小時，說收到了2次延誤短信，心情十分焦急。機場內的中國人很多，大家都很疲倦，躺成一片，就是躺在地上，躺在椅子上啊。我們不敢睡覺，就坐在椅子上，一心想回家，只想回家找媽媽呀。畢竟有5個小時的時間差，回去還有很多事，擔心趕不上上班。黃女士說，另一名乘坐東方航空航班的旅客告訴吉木新聞記者，他在機場滯留了近9個小時，目前已登機，航班延誤消息多次更新，他十分擔心。機場內的中國人很多，飛機上基本都是趕回去上班的。他說啊，吉木新聞記者查詢發現，目前該航班已從莫斯科起飛。據環球時報報道，俄羅斯國防部22日表示，截至20時，俄軍防空系統當天已攔截並擊落360架烏克蘭無人機，其中20架無人機飛往莫斯科。太讓我感動了啊！這些遊客啊，他們急着回來上班，非常着急。他不是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是擔心趕不上打卡的點兒。我記得這個俄羅斯啊，好像剛放開這個簽證的時候，咱們就做過節目說過啊，不要圖便宜，不要圖什麼異域風情，去俄羅斯旅遊，你先去歐洲或者其他國家玩一玩，對吧？等到俄羅斯那邊消停了，俄羅斯正在打仗啊，那子彈炮彈不眨眼，無人機也不眨眼，萬一誤傷，而且那邊啊，烏克蘭的無人机一來，莫斯科就要進行這個電子干擾、電子壓制，然後就斷網，你手機信號都沒有。我們退一步說啊，即便俄羅斯充滿了這個誘惑力，你願意去看、願意去玩也沒關係，但是你要做好心理準備，就是延誤，就是斷網，就是很有可能無人機掉你頭上，你要做好心理準備啊！你光焦急焦慮有什麼用啊？為自己的認知買單沒毛病。還有網友說啊，活該，確實活該啊！你說你哪兒不能去，非要去俄羅斯花錢買罪受？有人呢在貝加爾湖上面喪失了生命，圖什麼呢？你真的喜歡俄羅斯，你也可以等到它戰爭結束再去，為什麼非要這個時候去呢？2月22號啊，根據這個烏克蘭報道啊，烏克蘭使用攻擊型無人機在俄羅斯奧列爾州一處機場摧毀了2架俄軍直升機，那這個損失就不小了啊！一架米8多用途直升機和一架卡52攻擊直升機，襲擊發生於2026年2月20號晚間，目標是位於俄羅斯奧列爾州同名村莊附近的叫普加喬夫卡機場，這是一處小型土制場地。該處啊是俄軍將機場用作直升機混編分队的前線機場，主要任務是攔截烏克蘭遠程無人機。這些飛機主要用來打擊這個烏克蘭的遠程飛機的，結果啊自己被炸了。近一個時期，烏克蘭國防力量持續在俄控領土以及俄羅斯國土上縱深摧毀俄方航空裝備與後勤設施。這個美國的智庫戰爭研究所說啊，俄羅斯軍隊於2月21日至22日夜間再次發動大規模聯合打擊行動，其目標似乎已從主要針對能源基礎設施轉向烏克蘭的水利和鐵路基礎設施。你看這個俄羅斯人很厲害吧？你現在知道炸那個能源基礎設施沒用了，因為天氣已經暖和了，所以他現在改炸這個鐵路和水利。烏克蘭官員指責俄羅斯情報部門策劃了2月22日發生在利沃夫市一家購物中心的爆炸襲擊，造成1人死亡，至少25人受傷。
俄羅斯可能正在升級旨在削弱烏克蘭民众对其安全保障的信任，并破壞烏克蘭社會穩定的破壞行動。這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4周年啊，也就是烏軍反抗俄羅斯侵略的4周年，芬蘭總統斯圖布啊，他在接受丹麥政治報採訪時表示，烏克蘭正在贏得戰爭。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的理由是俄軍在過去2個月內損失了6.5萬人，而蘇聯在阿富汗10年戰爭中只損失了1.8萬人。蘇軍在阿富汗打了10年，一共才死1.8萬人，加上受傷這俄軍2個月就損失6.5萬人，這什麼概念？這個歐盟的外長卡拉斯說戰爭爆發4年來，莫斯科未能實現任何戰略目標，和平談判的壓力似乎正向烏克蘭傾斜。但如果我們希望這場戰爭結束，和平能夠持久，我們就需要看到俄羅斯做出讓步。阻礙和平的不是烏克蘭軍隊，而是俄羅斯軍隊。作為歐盟的外交負責人認為這個俄羅斯必須投降，就這意思。2026年2月24號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4周年當天， BBC 專訪對這個澤連斯基的專訪於23日播出，也就是提前一天，然後引起這個全球各大媒體的在轉播轉發。在俄羅斯2022年2月24日發動全面入侵4周年之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 BBC 專訪，他重申烏克蘭最終將贏得戰爭，反對以領土讓步換取停火，特別是拒絕按照普京要求從頓涅茨克地區撤軍。他稱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發動第3次世界大戰，唯有效應對是國際社會施加強大軍事和經濟壓力，迫使俄羅斯退讓並結束戰爭。 BBC 的採訪引發國際媒體廣泛的轉載，強化烏克蘭不妥協領土、不以領土換和平的立場。俄羅斯方面暫無官方回應，但克里姆林宮此前多次表示停火需要烏克蘭承認新现實，也就是烏東4個州包括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新領土。西方盟友重申支持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歐盟及美國繼續提供軍事援助，承諾烏克蘭國內士氣獲得提振，但是戰線上的壓力持續，平民傷亡與基礎設施破壞加劇。實際上這個 BBC 的採訪就是顯示俄烏談判進入僵局，停火前景可以說是非常渺茫。這個澤連斯基在這個採訪中再次強調他要回到1991年的邊界。當然了，他不是說通過這次戰爭就把俄羅斯打敗了就回到1991年邊界，但是烏克蘭目標是要回到1991年那個邊界。解放被臨時佔領的領土現在還不可能，但這只是時間問題。澤連斯基表示阻止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將是全世界的勝利。他在接受 BBC 採訪時這樣說我相信今天阻止普京，防止他侵占烏克蘭領土將是全世界的勝利，因為普京不會止步於烏克蘭。在他看來，以目前的情況，要收回被俄羅斯暫時佔領的烏克蘭領土，基輔將付出數百萬生命的代價，而且我們的反攻武器也不足。這不取決於我們，澤連斯基說而是取決於我們的合作夥伴，所以到目前為止，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以烏軍目前的情況要收復領土，這個難度非常大。但毫無疑問，這澤連斯基說回到1991年的正義邊界，那年烏克蘭宣布獨立，最終導致蘇聯徹底解體，這不僅是勝利，更是正義。烏克蘭的勝利是保守我們的獨立，而全世界的正義的勝利是歸還我們所有領土。澤連斯基說繞來繞去什麼意思呢？對吧？現在實際空阵線停火也可以，但是烏克蘭是絕對不承認俄羅斯占領的領土是俄羅斯的，就是武力改变邊界是不行的。那言下之意就是暫時停火，等到緩過來，等到烏克蘭發達了，他還是要通過手段拿回被俄羅斯占領的領土，這沒有什麼不可能的。這個也反映了這個烏克蘭人的底線，烏克蘭人頑強的這個反侵略的這個意志。這個澤連斯基在接受 BBC 採訪的時候，還對美國的安全保障再一次這個提出他的要求什麼意思呢？就是美国人提供的安全保障一定要經過國會，就把它变成一项法律，不是总统令。烏克蘭的安全保障
不是依靠美國那份可能隨時隨下一任總統意志而改變的政治承諾，把它變成法律，而不是跟着這個在任的總統走。記者問他啊，這個說特朗普啊指責澤倫斯基是獨裁者，澤倫斯基表示，他說我不是獨裁者，我也沒有發動戰爭，就這麼簡單。他強調啊，真正發動戰爭的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當然，在這個訪談中啊，澤倫斯基還談到了這個防空問題，他指出防空系統是最棘手的問題，合作夥伴尚未提供授權讓烏克蘭自行生產愛國者系統和相應的導彈，也就是希望啊授權烏克蘭自己生產愛國者導彈，但這個恐怕短期很難。第二個呢，說烏克蘭希望歐洲啊提供更多的資金用於這個烏克蘭軍隊的改革，也就是啊烏克蘭軍隊要學俄羅斯搞合同制，什麼意思啊？就是拿錢募集士兵，而不是現在这種征兵制。但是这個他缺經費，希望這個歐洲國家加大支持。在談及這個志願者聯盟啊派遣軍隊的時候，澤倫斯基說啊，他說英國和法國準備向烏克蘭派遣5000名士兵，英國和法國準備派遣一個旅的規模各不相同。在我們目前的理解中，5000人以內就是一個旅。當我們與志願聯盟所有成員國簽署宣言時，我們了解到法國和英國準備提供一個旅。澤倫斯基表示啊，但是澤倫斯基也說了啊，誰都不希望自己的軍隊啊在前線，他也理解，但是他希望這些軍隊啊要跟烏軍並肩作戰，也就是你要把這個志願者聯盟這軍隊駐紮在利沃夫有什麼意義呢？就像司令官的軍隊直接到前線庫爾斯克前線直接作戰。這個英國的國防大臣啊約翰希利表示啊，他說我想成為首位向烏克蘭派遣軍隊的部長，這將意味着戰爭結束了。這場戰爭向我們以及普京展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永遠不要低估烏克蘭人民的意志。我向烏克蘭人民致敬，榮耀屬於烏克蘭。這個英國的國防部長說啊，這個也印證了這個澤倫斯基說的啊，英國要派5000人到烏克蘭。澤倫斯基在這個專訪中啊還談到了白俄羅斯。澤倫斯基說啊，他說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樣啊都應該加入歐盟，有理由有條件，因為他們都屬於這個前蘇聯的，對吧？這種歐洲部分應該這麼理解。澤倫斯基說啊，但是不知道白俄羅斯的人民是什麼態度，所以給我的感覺是澤倫斯基在向白俄羅斯人民在喊話，對吧？你們也應該加入歐盟，加入歐盟就代表過上好日子嘛，經濟會高速發展，不像現在一樣一天到晚的就種點土豆，成為這個俄羅斯的附庸，3天餓9頓。如果想要加入歐盟，那就行動起來，推翻盧卡申科。這個盧卡申科已經在白俄羅斯搞了30多年了，在位時間比普京還長。最後說到與烏軍前總司令扎盧日內的矛盾，有記者就問他啊，就是扎卢日內前2天不是接受媒體採訪嘛，也是美國媒體啊，他說啊，24年這個扎波羅熱大反攻是因為最高層啊沒能支援啊所有的資源，也就是他與澤倫斯基之間意見不合，導致反攻失敗。我在節目中也介紹過啊。那麼有記者就問澤倫斯基啊，怎麼看待扎盧日內的這個採訪？澤倫斯基認為，討論烏克蘭駐英國大使扎盧日內所提及的內部分歧細節非常不好。澤倫斯基說啊，沒有人會從中受益，這畢竟關係到我們的軍隊，而今天這些軍隊還在戰鬥。可以這樣說，如果他談論這個並繼續說下去，這不會讓他看起來好看。不過澤倫斯基也說了啊，說了就說了，什麼意思呢？這個澤倫斯基這個警告的意味很強，就是讓扎盧日內，對吧？沒必要談這些事情，你一談這些對你也不光彩，因為這個軍隊還在作戰，不要傷害這個軍隊。不過呢，你說也就說了，那意思就是說下不為例，大概就這個意思啊。在回答記者追問時，澤倫斯基補充說啊，在扎盧日內採訪發布後，他沒有與扎盧日內交談。那麼這個新聞啊，也反映了扎盧日內和澤倫斯基之間矛盾啊，並非空穴來風，也就是他們之間確實政見不合。根據《泰晤士報》報道啊，說烏克蘭將需要再招募25萬人以遏制俄羅斯。《泰晤士報》寫道，烏克蘭武裝部隊正焦慮地等待俄羅斯軍隊以逼近扎波羅熱、斯拉維揚斯克和克拉馬爾托爾斯克。這一推進將使俄羅斯有機會在其他方向展開進攻。武裝分子抱怨稱，俄羅斯擁有絕對優勢，並正在充分利用這些優勢。不管怎麼說啊，這個烏克蘭抵抗侵略4年，這個也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象，因為畢竟啊，俄羅斯剛侵略烏克蘭的時候，很多人沒有想到烏克蘭可以堅持這麼長時間，很多人以為啊，就是一個星期的事，或者甚至啊，這個1小時22分閃電戰，結果閃了4年，什麼時候結束呢？現在還看不到盡頭，也許要3年，也許還要5年。俄羅斯剛侵略烏克蘭的時候，我就說了，烏克蘭必然會取得這個勝利，但是有2個條件呢，一個就是烏克蘭人的抵抗精神、抵抗意志，一個就是美國的支持。戰打了4年，烏克蘭人的抵抗意志不僅沒有消滅，沒有磨滅，反而更加頑強。但是美國的支援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啊，烏克蘭取得現在的成就，能打成這樣，更多的還是打鐵需要自身硬，也就是烏克蘭抗戰4年堅如磐石的內核，不是外援。你看它外援在變嘛，本來是以美國為主，現在變成歐盟為主，歐盟现在也在扯皮，对吧？這個畢竟沒有美國一個人說了算呢，美國是一股獨大，所以外援這個在變。那麼支撐烏克蘭打4年的，那更多的是他們自己的對吧？這個抵抗的意志，還有不斷自強的攻堅的精神。烏克蘭單兵野戰指數遠遠高於俄羅斯士兵，科技創新理念，烏克蘭那也是遠遠超出俄軍。澤連斯基每到一地都有雷鳴般的掌聲，這個不是恩賜所得。烏克蘭得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真金白銀的支持，也不單單是憐憫。歐洲國家看到了烏克蘭是在為歐洲而戰，而世界呀看到的是烏克蘭正在為文明而戰，為正義而戰。正像澤連斯基自己說的那樣，烏克蘭人抵抗住了俄羅斯侵略的步伐，因為俄羅斯侵略的步伐是不會停止在烏克蘭，他一旦拿下烏克蘭，他就要拿歐洲，一旦拿下歐洲，黃河以北，對吧？這些黃俄的地盤，難道俄羅斯就不感興趣嗎？德國的總理莫爾茨啊，再一次表態說毫無保留站在烏克蘭一邊。2026年2月20號，莫爾茨在斯圖加特他們那個党大會上重申德國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我們毫無保留地站在烏克蘭人民一邊，沒有任何如果或但是，也就是無條件支持烏克蘭。我們絕不接受俄羅斯和犯罪政權對烏克蘭平民、老人、婦女和兒童發動的系統性戰爭，更不接受其對烏克蘭人民施加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納粹式宣傳。莫爾茨的講話強化了德國無妥協立場，也就是德國是不可能綏靖的，堅決支持烏克蘭打到底。有德國、英國還有歐洲一些國家堅定的支持烏克蘭啊，還有法國。那麼雖然失去了美國的支援，現在特朗普這剩下的3年也不知道搞什麼幺蛾子，但是我覺得有上述幾個國家堅定支持，可以彌補特朗普的這個撤出。所以說還是那句話俄羅斯必敗，時間站在烏克蘭這邊。對烏克蘭來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也就是取得勝利不是一蹴而就，這個戰恐怕還要打下去，但是最終肯定是以烏克蘭取得全面勝利而告終。我們一直說這個戰打的時間越長，對俄羅斯的傷害就越深，打的時間越長，俄羅斯到時候就分裂成更多的小俄羅斯，碎一地我們一起等待着這一天的到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